金铁嘛当变做金，这是南投县集镇的光明社区，这百姓发展农村再生计划，甲在地槟榔虾，也有金蕉虾，这大型的树叶啊，家己设计热压的机器来做环保的碗盘、环保餐具，铁嘛当变做金。即马就意大利的厂商真有兴趣，等咧讲生理。这个就是压模，压模成型。将槟榔叶啊放伫咧热压机当中，短短几秒就出现一个圆盘，摇身一变变做环保的碗盘。它已经干了，所以要浸水一下。南投县内有真侪槟榔园甲金蕉园，用日废弃的大型树叶啊，干来会当放咧果园，熬烂做肥料，袂当好好来利用。集光明社区的民众透过农村再生的计划，将槟榔、金蕉这无要用的大型树叶啊，透过家己设计的热压机制作成环保的碗盘餐具。蛮环保的，自然腐蚀，不像那个保利龙，它就有一点危害。你如果燃烧的话，会产生化学物体出来。想到这个时候压模啊，就想到说那个模型的制作一定是要经过这个压模机嘛。将农业废弃物变做环保，经过媒体报道了后，互意大利的厂商真有兴趣。透过这样子，不仅社区的人力可以支援，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社区的财富。社区发展协会嘛有艺术组团去印度考察，参照用椰子叶啊来做碗盘餐具的技术。议员嘛希望县政府农业处会当提供进一步的协助，互民众家己做的热压机器会当更加成熟，做的槟榔叶啊碗盘餐具会当品质更加好，发展在地特色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